我们今天超幸福的，来，我们吃什么？鱼。我们下个礼拜要表演了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呢，大家都到我家来彩排一下，然后补一补，我们就要到田中高中欣然姐姐的母校，对吗？你看素华忙着帮大家炒那个鱼翅羹哦，所以你看很幸福，很好哦。来，大家看这里，来。